劉翔因傷退出100米欄嘅初賽，無緣爭奪獎牌，遺憾結束北京奧運。由伍家謙講下。喺出場之前，劉翔經已顯得好唔尋常，之後更加踎低咗。一向自信嘅佢，對住一場初賽顯得不安。後來有報道話，劉翔喺呢一個時候雙腳係痛到幾乎冇知覺㗎，冇一貫輕鬆嘅笑容，劉翔冇咩表情。賽前經已有傳言話佢嘅腳傷未好返㗎啦，喺熱身嘅時候第2次試跑過欄之後，突然間趌下，又不停撳住自己嘅右腳，面露痛苦表情，但仍然堅持到起步。有選手偷步，第2線嘅劉翔跑咗2步，嚴重到腳都伸唔直。4年以嚟，一直將13億人嘅期望放喺膊頭上面，支持者4年嘅等待，劉翔對成功衛冕嘅期盼，隨住佢轉身嘅背影，一切都成為泡影，意想不到咁要以退出嚟終結，被視為國家代表團最重要嘅一面金牌成空。劉翔嘅教練孫海平話：劉翔係右腳嘅跟腱受傷。大家可能知道，劉翔是個從不言敗的這麼一個運動員，他從來都是遇到強手的時候，他的鬥志非常高昂，但是實在是今天頂不住，這沒辦法了。佢亦都喺記者會上面話，經已用盡所有方法，希望等劉翔首先通過預賽。佢經已堅持到最後一刻。那麼前面用冷凍、用這種噴霧什麼噴了都沒用，他都撐不起來。因為他這個傷的地方正好在跟骨，他這個最受力的那個地方，他只要腳一撐就頂在這個地方，他一撐就軟下來，一撐軟下來，但是他始終在頂。舊患經已困擾咗劉翔6、7年，喺上個禮拜6傷勢突然加劇。無線電視記者伍家謙喺北京報導。